大家文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讲有的人做到软症，有一句话就讲软症唔值拄长。这句话意思挖尽千算万算，唔值天一话，就是讲安怎算不如去拄到一个好的机会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症，软症的症，读症症第三条，读症这是读鼻音，症就是落空的意思，咱讲症空，有的人会症耳空。另外，这个症嘛有串过意思，像讲火车撞入磅空。另外，这个症嘛有沾入去一个物件内底的意思，像咱讲撞人芳或者是软症。也有呛水味，古早嘛有人讲是撞水味；沾水艇，古早有人讲是撞水艇。这个文音读做转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咱头前讲到的软症，嘛会当讲是沾症。这是形容一个人足够上空上芳变巧来达到伊的目的。第二个词读做撞水味，意思就是呛水味，嘛有人讲是点味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阿明足够软症，修水课伫要考试，结果伊袂晓换气，漱一口气了后，直接撞水味收到对换气，安尼就考过去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撞，这是鼻音；另外文音读做转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